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开记者会，批评讲总统赖清德伫选前提出的健保点数1点价值1块的政见跳票，嘛指控卫生福利部明年的公务预算无变700亿的健保债务欠额，是根本是藐视国会的决议。 明年度健保总额预算超过9000亿，各创新高。不过，顶礼拜健保会总额协商破局，甚至意外提限247亿改善健保点达成果嘅问题，也遭到反对。国民党立院党团30早起开记者会批评，总统赖清德50控上任4个月，选前开出健保点达1点1块的政见，选后3跳票无见效。选前说一套。 选后就变调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我们要请问赖政府，这不是芭乐票，什么才是芭乐票啊？国民党立委阁批评，为了让健保点达变好，改善血管医护工作环境，避免医护出走条。今年7月，立法院会才通过主决议，要求卫福部应该进行健保改革，搁在明年6月底进行达到平均健保点达1.095块。 至少需要挹注700亿预算，不过卫福部明年公务预算仅付336亿。民进党政府根本是藐视国会做出的决议。在立法院，所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你们都签名了，你有在监督民进党政府现在的赖政府达到健保点值0.95吗？通通都没有，这个就是在欺骗医界。国民党立院党团阁强调。 行政应该将健保债务所欠的700亿用公务预算来补足，避免健保点达升过期，致使医护人员出走，和病人无人照顾。不过到这个进程，卫福部拢无相关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